咱来看清华大学教授刘英成甲爱尔兰文学家詹斯洛伊斯写的《毒匹林人》一本小说来翻做台文出版。望讲台文册唔那只有囡仔册尔，世界文学经典通读。爱尔兰文学家 James Joyce 的作品《毒匹林人》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一。清华大学教授刘英成即马是将伊翻做台文版来出版。伊认为，虽然台湾这几年台文的世界文学翻译袂少，但是较侪内容是予囡仔、青少年看的。也毋过大人嘛有读台文的需求，所以伊选择 Joyce 这本讲小市民心内故事的册，望增加台语翻译册的多元性。我专工想要拣一本大人看的。因为咱较早拢拣一寡青少年看的嘛，但是咱要学台语的，毋单囡仔人，对无？咱嘛是有大人啊，你囡仔你将来嘛会大汉啊，对无？所以咱袂当无即个大人看的。刘英成讲，伊细汉的时阵，伊的妈妈就捌用台语念海明威的作品互听。迄个时阵，伊才读幼儿园，透过台语嘛是会当了解故事，所以伊认为语言会当讲万事万项，自然用伫咧生活中就袂感觉奇怪。我妈妈当然嘛袂互人质疑讲，即个世界文学你哪会用台语讲互你囡仔听？无人会去质疑即点。但是阮都足自然嘛，囡仔想要知影我咧看什么小说，我就讲互伊听。阮细汉还佫有听别个时代讲别个故事嘛有啊，什么三只猪鹅嘛有啊，嘛有人讲啊。这本《毒匹林人》是刘英成头一本的台文翻译，但伊讲伊是伫2021年才开始家己学台文语。伊认为所有语言的现代化拢需要经过外国文学翻译这关，台语嘛同款。伊希望未来台语翻译的世界文学作品会当愈来愈多，内容嘛会当更较多元。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。